农委会要求农民能摆要改用非开放式的来修，不过也个措施沙枪式的避免后调带来可能嘅传染源。其实禽流感是得透过几道方式来测药，是得透过农民查喂从嘅门内小动物来传播病源。故所要做好防疫，天初要有确切的生活安全措施。没有农民提出应该要修改用啊，莫追求万用的。那我也在禽流感疫情当中，防疫资讯唔拉公开，通报机制太慢呢，也要检讨改善。太多太马上，许多忘记讲，一张忘记胸头嘅记忆，伫几了都好行上行下。第一摆禽流感疫情当中，也见接触无数多感染。原定几农刘文耀就认为，平常时爱上网做好清洁管理，就靠唔会测未到禽流感。水球的部分的话，就是每天有进行一次的那个刷洗，每天把水球饮水器的部分都洗得很干净，避免那些杂菌有的没有的经由那个饮水的部分会产生感染的情况。出地天时已几了清洁，kiểm查改做避开风湿，每逢遇到可能会有传染病菌。兼买一批鸡嘅，查几了嘅用嘅，每位小偷多动功夫。那个网子就出机以后，全部都用高压清洗机，然后我们的那个水球，然后那个网子，还有我们的帆布，还有我们的饲料槽，全部都会再清洗消毒过一次。农民按用心来维护禽虫繁殖，就该认真调摆本禽流感行多强嘅，为测未到禽流感的原因色彩同多，均可上架条办法来防。这些危险因子里面，当然就包括车辆，包括人员，包括禽场里面的这些载具器械，在场跟场之间，我们也不排除有一些在地的野鸟啦，或者是这些野猫啦、野狗啦，甚至于老鼠啦，或者是苍蝇、蚊子这些媒介，那么都有这个可能性。古所好在呼吁愛老人、查嘅同小動物野條，可能會帶病人嘅原因都會管理，做好野條生活安全措施，增加無風險。也趁禽流感發生過後，政府搶歸封市截條，也好原因，有農民並唔認同，因為肉嘅暗餓唔好肉多按多按質。那高密度飼養裡頭會發生這種，因為它都在同一個環境裡面。所以整個通風或者阿莫尼亞或者他們在進食、在吃東西的時候會有競爭，所以其實造成雞在生活環境裡面是不乾淨的，而且因為很密集，沒有活動空間，壓力大。那這樣子的情況下，其實雞的健康是有很大的疑慮。那我的做法是降低飼養密度，讓雞的活動空間變大，讓它可以跑，那盡可能的有放牧的環境。讓它在生活上裡頭的活動空間變大，壓力相對比較低。歐洲的這個動保團體來台灣一看，說：你們的鴨跟鵝動物福利還不錯，但是呢，有一點就是它密度太高，所以它可以有自然的行為，可以在水可以游泳，所以它有自然行為很不錯，但它空間可能太小，密度太高，這也會帶來很多疾病的這個問題。要到按道按則，平頭此研究參加動機。不過，啲蔬菜合合嘅研究按道，土地愛盡量利用嘅推法，愛農民木樓嘅暗餓要到按則，此也有難度。但是以我們台灣地區來講，我們台灣土地能夠適合居住、適合的這些土地就只有1/3而已。那又有這麼多的人，這麼多的牲畜，所以我們的養殖密度當然就會偏高。所以尤其在某些地區，它的這個半徑1公里裡面的養禽場，那可能就好幾十家。像彰化這個芳苑地區，這個蛋雞場密度就很高。那像雲林這個在台西東勢這個地方，水禽的養殖的密度，所以這個是一個理想，一個要求了。
目标到按到按扎农民嘅收益未會降大，故所要做到按呢嘅理想無按改。那位有農民未發現，台灣嘅農民單單就好育、靠景態嘅品種，未可能可以促成疫情擴散嘅原因。我們選擇了效率高的同時，其實這個品種就放棄了抗病的這個能力。那在這個種別上，即便就變成說，過去我們喜歡本土的土雞，換肉率差，可是它的適應能力很強，活動力很強。但這樣子的，因為商業的需求，因為對效率的追求的演變之下，變成了長肉快、活動差、抗病差。那這樣子的邏輯底下，再加上現在這種環境的變因加進來之後，就會變得整個疫情的擴散就會變得很快。農民為提高自主管理，育嘅方式未因為天然環境改變來改變。不過也擺禽流感疫情當中，防疫知識唔拉清楚，通報機制未停慢，未係個經驗比應該會檢討嘅重點。做這個決策之前，還是第一個要把你整個防疫的資訊讓你能夠公開，而且要先把整個這一次疫情的所有的這個禽流感這個發生疫情的這個整個狀況，所有的因素都要分析清楚。我針對這個原因啊，針對第二位帶病毒來我兩晚周啊，那你如果這個做不到，那你其他方式可能要做好，那這個也許就危險，就冇按過啊哈。禽流感病毒經改變，國家未呼籲政府應該會成立禽流感病毒研究同防疫諮詢小組，經過跨兩位國專家未加入公民參加嘅觀念，將做得隨時公布清晰嘅疫情資訊，按呢發生疫情嘅風險將會降到輕大。